有我解释了好多个地方，我老天都给的对不着对不起，我那么久有么个没得解释在老上个地方，做那么久到哪去？我那么久有么就解释到了有了点，今天我刚是先把这个解释了嘛。我知道姐姐是老了的地方，看到美国那个热闹还是，你到底到怎么去做？